因為大家都睇到咧，一直以嚟警方咧係對於一啲虐待動物、殘害動物嘅個案咧，佢哋似乎咧放喺上面嘅資源係唔夠，亦都唔夠重視。幾個月前咧，我哋係幫咗有隻貓仔叫做 Batman， 佢係俾人磨咗隻牙，然之後咧遺棄咗喺公園度。經過我哋嘅努力，嗰個人係被判刑，但係只係判咗幾十小時嘅社會服務令。呢個完全係唔夠一個阻嚇作用咧，係去防止一啲變態嘅人咧去虐待我哋嘅寵物、我哋嘅動物。貓狗被殺齊中央，貓狗被殺齊中央，建立動物警察，建立動物警察，警察動物警察，制止虐殺，制止虐殺，打擊虐殺，爭取成立動物警察，爭取成立動物警察。我哋香港咧係要有一隊人咧係專門去處理，而家咧警方只係靠一啲內部嘅指引守則啊、教程式係啦。如果係再有呢啲事件發生咧，佢哋基本上係好難去適應應付呢個事。